路，这条出路咱去进是啥？友好生活，但是这出路的进行就是友好生活。所以家讲讲这一个出路爱友好生活啦，爱同台我的爸母，但是呢，我无做到。讲无事，敢无做到？还是无做到？
虽然家己听比讲伊做无嘛，但是实际上，伊是本身毋是做到这样，甚至是做到咱人无法度对应着，所以信心成为了信。所以咱来看，有时在咱个人内底，咱嘛拢会知，若讲中孝不能中传的时阵，咱爱安怎？要安怎去取舍？甲非依孝作中，这是精忠报国。伊无依靠因妈妈，伊选择效忠国家，吼，叫依孝依做忠，做中啦吼，叫精忠报国，叫做成就伊家己的事，做较有准。咱会讲伊不好吗？袂吼，咱即摆拢会讲甲非是一个不好的事，袂啊，咱袂安尼讲啊。咱着做，多数是你听着，伊
如果咱是互